主后2023年10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一封流目屎的批信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59、16节。阮到马其顿以后，身躯无通休困，反倒逐项代志拢拄着困难，外面有纷争，内心有惊吓。毋过，安慰失志的人的上帝有册摕倒来，互阮得到安慰。毋但因为伊有来，阁因为伊有讲起恁安怎甲伊鼓励的代志，伊有甲阮讲起恁爱见我，恁的心艰苦，甲恁对我的热情，互我搁较欢喜。我前迄张批互恁心艰苦，我无后悔。虽然知影迄张批有互恁一时心艰苦，我捌后悔。总是现在我真欢喜，毋是因为恁心艰苦，是因为恁的艰苦心有得到悔改。上帝有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所以阮所做的对恁无伤害。因为上帝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来互恁悔改，通得到救，阮就无啥物通后悔。毋过俗世的艰苦心会互人治到死。恁看，上帝遐尼贤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才互恁遐尼迫切辨明家己的清白，遐尼愤慨，遐尼有警戒心，遐尼有期待，遐尼热情，遐尼极力谴责不法。伫逐项代志，恁已经有证明家己的清白。所以，虽然我有写迄张批，毋过毋是为着甲人吃亏，也是受人吃亏，是要对恁表明恁伫上帝的面前对阮的热情有偌深。因为安尼，阮有得到安慰。阮毋但得到安慰，嘛因为看到提多的欢喜，搁较欢喜，因为伊的心有对恁大家得到激励。我捌对伊褒奖恁，恁无互我漏气。我逐项代志拢对恁讲实在话。我对提多褒奖恁的话嘛是实在。所以，伊想起恁大家安怎顺服伊，恭恭敬敬甲伊接待，伊对恁的疼心就若迄深。我非常欢喜，因为我会当完全信任恁。一封流目屎的批信。哥林多后书是保罗真情流露的批信。当年伊伫哥林多建立教会，虽然辛苦，却也深深经历主。有一暗伫异象中，主对保罗讲：毋免惊，着继续讲，毋通掂去，因为我甲你同在。无人会下手甲你伤害。我有真侪子民伫即个城内。保罗伫遐待1年半久，将上帝的道教示因。保罗离开哥林多无偌久，就自称超顶使徒的来。除非保罗无重量级人物的推荐批，搁批评伊外表平凡、言语粗俗，伊外教会内部也发生真侪问题，包括纷争、结党、淫乱、混乱圣餐、毋信基督教外等信仰挑战。为着安尼，保罗捌流目屎写一封批，托提多带互哥林多教会，特责因的毋对。总是保罗后来对这感觉不安，甚至后悔写这封严厉的批信。
等于到狄罗阿，因为无拄着提多，心内搁较不安，所以决定离开狄罗阿到马其顿找提多。当伊找到提多，看伊安然无恙，而且还带来好消息，就是哥林多的信徒看完先前的批，虽然心里忧愁，却仍然懊悔，因为安尼，保罗伫新的这封批内面讲，做是现在我真欢喜，毋是因为恁心艰苦。是因为恁的艰苦心有抵到恁悔改，上帝有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所以阮所做的对恁无伤害。因为上帝善用恁的艰苦心来互恁悔改，通得到救，阮就无啥物通后悔。有时阵，上帝严厉的提醒，是为着要互人伫经历忧愁了后，会当因为改变，显出得救的喜乐。有一遍，教会中职改选，一位姊妹初次受选着执事，心里却相当排斥。伊私下来找牧师，讲伊对执事的这份一丝仔感动都无，决定无爱就任。牧师和真侪同工拢鼓励伊，搁提醒伊爱顺服上帝的呼召。总是安尼的鼓励和提醒，哪像一丝仔效果也无。伊还坚决无要就任，最后牧师勉强请伊甲即件代志藏伫祈祷中。无论最后的结果安怎，教会和牧师拢会尊重伊的决定。伫这中职就任进前日，伊来找牧师，表示伊决定要就任执事。牧师好奇问伊，为虾米有遮尔大的转变？伊分享家己的心路历程。当伊拒绝领受上帝呼召的时，上帝借着一场培灵会和一位前来请安无看的讲员对伊讲话，借着两遍讲道严厉斥责伊，深深刺插着伊的心，互伊受深深提醒，决定领受上帝的呼召，接受执事的职分，专心服侍主。虽然上帝的话有时阵会带互人忧愁，总是上帝却也会用忧愁来改变人的心，互人的心得到改变，因为安尼得到鼓励甲喜乐。默想，我有过逢挫折，心内忧伤，却也因为安尼改变心志的经验无？我有过逢挫折，心内忧伤，却也因为安尼改变心志的经验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愿你用你的方式触动我的心，激发我对你深切的热情，互我的心因为你得到鼓励，加添灵年的喜乐，伫我的生命中展现你的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